一开始传道在念一个经文，叫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，请大家听。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，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他的子民。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已经得到他的怜悯。难道今天一开始就要先破题？破题什么呢？就是身份，基督徒的身份。在如今台湾2300万的人口当中，只有4到5%的基督徒被拣选，就5%被拣选基督徒。这5%有什么意义呢？请问大学联考现在录取率有几%？哦，在我们那个年代是30几%现在这样，只要考就会上。好，那大学联考就不难了。公务人员高普考难不难？难哦，有几%？1%。1%。公务人员虽然难，但是还有8.8%。你可以上网查8.8%的录取率哦。我们都是一群特别蒙上帝拣选的，我称为特种部队。所以我们在台湾2300多万人只有4-5%的人会被拣选为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厉不厉害？厉害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么说：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如今我们不在以前的自己，你也不是在以前的自己，而是要将以新的身份。什么新的身份呢？就是小基督的身份。外面他们常常想他们是什么？信佛教他说他什么？他是小菩萨。你没听过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小基督的身份，因为我们身上，当我们相信，我们受洗，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上就有基督的 DNA 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将用这样的能力去完成一些艰辛的任务。传道小时候出生在金门战地，那个时候还是战地。那时候有个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，知道叫什么吗？对，谁想的？对，蛙人叫做2栖蛙人部队。他们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，连宪兵看到他们都会害怕他们平常接受很严厉的训练，那是不是常人可以来撑得下去？但是经过训练之后，他们的身体了得，他们的记忆超群，他们出任务是抱了什么必死的决心。他们上山下海，完成上级所交代的任务。而今天呢，我们基督徒也如同我们是2栖蛙人部队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特种部队。首先，当我们确认这样一个身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常常很多人他没办法确认他是基督徒的身份。可是，如果今天你们想当谁的孩子？现在如果你让你想当谁的孩子，有没有人喜欢？现在如果郭台铭是他爸爸，有没有人喜欢？好了，传到这几手了。假如郭台铭是我爸爸，我一定会一直记得郭台铭是我爸爸。就非常的不得了因为比他没有钱的人都很不得了，何况是他那种生活不一样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就来读这个经文来，我们再读一次来。我们刚刚看的是，好，请。没有一项名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好，比较现代中文译本就白话一点，叫做没有上帝引导，人就放荡无忌。遵守上帝法律的人，多么有福啊！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要是没有上帝的引导、上帝的规范，看似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，但是结局一定是乱七八糟。如同士师记里面17章6节所说的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士师记的时候，他们那时候没有王，耶和华上帝是他的王，但是他们离弃耶和华上帝，
他们觉得那时候没有王，所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爱去做。一个团队如果没有规矩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，各吹各的号，各唱各的调，那很想象事情是多么的恐怖。像我们的敬拜团好了，一定是事先的练习，彼此互相的配搭，才能有呈现出和谐的声音，带我们一起敬拜上帝。为什么人会不喜欢听从上帝的话？代表我们人其实很多内心很多的骄傲，我们觉得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。当有这样的想法，骄傲的人，他的内心常常填满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野心。当一个人如此在想的时候，他就陷入魔鬼的计谋的圈套当中。彼得前书5章8节这么说：勿要谨慎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，如同咆哮的狮子，走来走去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的魔鬼随时在我们的身边当中，在找寻我们的弱点。当我们内心充满了野心，充满了欲望，魔鬼都给我们一些小小的甜头，让我们在世上尝到一点点的风光，我们就自以为了不起。我们以为很多事情靠我们自己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上帝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远离上帝。我们像这样的人生，早晚会出问题。教会内其实也是一样。当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来到教会，都带着自己社会的身份，不同的身份来在教会。如果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，自己在教会有公司的做法来做治理教会的话，教会也一定会乱七八糟。今天后面那一段说：“唯遵守律法的人，便为有福。”我们前面所举的特种部队，如果有人不听指挥，虽然每一个人很厉害，好人花兵每一个人都很厉害。我在小时候看过，他跟宪兵打架，海龙花兵打架，他不用判军阀，因为他随时要上战场。在那个戒严的时代，他们都很厉害。但当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如果大家都不听指挥的话，相信任务一定会失败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如同一场场的竞赛，在我们的生命的竞赛当中有输有赢，没有一个人喜欢你的生命竞赛当中有输，但是这个输赢一定会在你生命的旅程当中都会呈现。所以我们需要被一个引导的方向，如同保罗先生所说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引导，那结果就不一样。因为当我们跑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跑道的当中，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困难挑战在。我们只要义无反顾跟着上帝跑就对了，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，他会亲自为我们负责任。这当中也就不会有魔鬼有任何的机会来引诱我们，来吞吃我们，而我们也会顺利的到达终点站，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奖赏。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强调，就是有两条不同的路，一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方向，给我们的意向，结局是精彩无比；另一个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，人的骄傲、野心，也可以说是魔鬼给你的意向。一个是上帝给你的意向，一个是魔鬼给你的意向。传道不知道以前你是走哪一条路，那未来呢？你又想走哪一条路？最近传道为了牧师资格的鉴定，传道要晋升为牧师不是那么容易啊！你们看到了知名牧师啊，他晋升到牧师很不容易啊！读完神学院3年然后要当传道士3年，传道士3年的当中要经过无数次的课程的训练、考试真的考试要考台语很多的面试，无数次的面试当然，我现在最后的关卡了，要开始写一个工作报告，要写上万字的工作报告。其中里面有一项，他要分析你现在目前服事的教会，它过去的历史、优缺点，以及你对这个教会未来有什么盼望、怎么做法。建成有70年的历史，这个传道之前讲过大家知道，我们明年教会70年
我们有非常多美好信仰的前辈在努力打拼，他们一生持守的信仰，他们出钱出力，才有办法盖我们现在看到的礼拜堂。他们协助我们教会，协助很多的教会成立。教会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的人才都一直倍数。上帝一直把很多的人才、恩赐、才干给建成教会。我们建成教会从过去一直办的活动都有声有色。我们教会如今有好的地点，整个在台北市里面，离捷运站最近的，你们知道是哪一间教会吗？信诚长老教会。你不要随便讲。如果按照从捷运站出口走出来，一直到教会，第一个是古亭教会，古亭长老教会。但是古亭长老教会那个出口没有电梯，是走楼梯的他们虽然距离比较短，但是我们这个6号出口有电梯，是不一样的整个大台北大台北我们的空间很好，所以我们建成教会赞不赞？怎么那么小声？建成教会赞不赞？赞。这样子讲。但是传道也发现到了一个问题：建成教会跟很多教士停止发展的教会面对同样的一个困境，因为你们都是未来建成教会的中坚分子，甚至是教会的领袖、长老、执事，所以传道就不讳言，要直接讲这是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道，没办法在教会里面被宣扬出来。大家一定觉得很纳闷。当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的话引导的时候，反之，我们知道吗？就代表什么话多？人的话多。代表说人的意识在引导一个教会。当用人的话在管理做主教会的时候，教会自然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纷争。因为我们人都不是完全的，以至于有一些看似不必要的事情却发生了，教会受到伤害，兄弟姐妹们彼此也同样受到伤害，受不了的人就怎么样离开教会，从 A 教会到 B 教会，再从 B 教会到 C 教会。教会这里面有一些人叫游牧民族的基督徒，他总是在每一个地方就觉得受伤就离开。他总是没办法在那个地方看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。那也有一些留在建成的，他们的伤害到如今都还耿耿于怀，甚至都还没有释怀，都还没有被处理，他们的伤口一样都在。可是如果今天教会的真理有被宣扬的话，真理如光。我们都知道，这阵子突然变冷，有光的地方就不会有黑暗，有光带来温暖，带来安慰。真理又如一支箭一样，被刺痛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骄傲，或者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自卑。我们会带来悔改，我们会带来彼此饶恕，会带来怜悯他人的心，进而有盼望。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刚刚之前有讲，我们都有小基督，我们都有基督的 DNA 在我们里面。可是我们常常很多人骄傲也就算了，有的人是很自卑，自卑的心在里面。当他写报告的时候，越写越沉重因为在为了这些过往发生的事情在祷告，内心当然感到非常的不舍跟可惜。尤其当教会有牧者，或者教会有会友离开的时候。哇，那伤害更是大。但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，不管是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都受到上帝的呼召，要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完成某样的事情。我们是特种部队，大家都知道，当过兵的人知道，今天命令下来了，叫你去哪里，你就要去哪里。甚至在公司行号里面，今天要把你调到南部去，你也要这样。命令来了，你就要离开。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不管是牧师或者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似好像这个事情，怎么牧师离开这个地方？其实上帝有给他一个任务，
上帝在整个上帝的国度当中，上帝希望他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需要他去喂养，需要他去帮助。这当中，我们最重要要了解，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碰到。当我们上帝临到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的大元帅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？以下传道要用自身的例子说明上帝呼召我的过程当中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用一个角度去看待教会内所发生的一个事情，而是要用上帝国的角度看待上帝的计划。首先，当我还是信徒的时候，就像这样，大家都在底下的时候，我的母会在新店民权长老教会，然后在那边，我们一家在那边受到很好的信仰的一个造就，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彼此非常的相爱。我们也希望有一天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那边聚会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子瑜他们有青少系，他们录了一段影片给子瑜，我看了就快哭了。里面写什么啊？他们青少系的同才跟他讲，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接下来就去社青聚会，社青聚会完了，我们去妇女团契，我们可以去前社团契，最好我们可以到送天团契，代表他们要一辈子在一起。我跟牧师看，我们眼睛都掉下来了。我们讲他们的感情情感这么的深厚，我们也希望说一直在待在一个10几年的一个教会，那个地方是我们重生的一个地方。上帝在那个时候也给我一个意向，要去开拓教会。我们民权长老教会在开拓另外一间指会，我也带了一批人，在教会一直讲，很多人一直奉献。我们那里也准备了很多的钱，我们要去开拓，点都在找了。可是当上帝的呼召一来，我就说我要离开。弟兄姐妹，大家不能谅解，不是讲好要去开拓吗？怎么又要离开？我们在肉体上面也不舍，但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，这是上帝的主权。上帝有美好的计划必定下来，我们就要启程。有人跟我说，抗命啊，你可以跟上帝抗命，我也抗命好几次啊。我说又不会，他说又不会怎么样。我说你敢我不敢，你敢我不敢。第二，在深坑教会，我们在新北市深坑就是臭豆腐的地方我们那边牧养了3年。我们重新建造的那个教会，那个是一个很弱小、很需要被安慰、牧养的一个地方。我们重新恢复它跟中会，还有以前养我们的母会。后来我们这个指会跟母会好几年前母会跟指会吵架，母子就分开对，公管教会以及很爱我们的和平长老教会、伙伴教会，恢复我们很彼此良好的一个关系。教会的教室也渐渐的兴盛，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回来聚会，稳定的聚会。教会开始对外整个有好的名声。之前深坑教会在七星中会是一个烫手山芋的一个教会。3年下来，我们跟弟兄姐妹也建立了深厚的情感。大家都有去过深坑的，请举手。深坑，这么少吗？拜托你们要去一下，不单只是为了吃臭豆腐。深坑真的是好山好水，好山好水。到了家人那边，真的是很多人骑了重机什么，就往了深坑石碇去，真的很漂亮传道从金门民国76年来到台北也快30年。说实在话，我住在都市里面，住得有点厌烦了。当知名牧师在抽签要受派的时候，我心里是祈祷，希望能够去乡下牧会。感谢主，后来派我到深坑，有山有水。在深坑曾经有半年的时间我们跟着几个长子核心的同工，我们清晨5点起床去爬山然后大概来回1个半小时很舒服，一大早爬山很舒服我们心里其实慢慢想，如果能够一直委身在这边服侍，一直到退休，那也不错。但是上帝一样，当他的命令下来，告诉我们说这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，你要赶快打包往下一个战场去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走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牧师
师好几次讲到跟深圳的弟兄姐妹讲说，上帝给我们的意象，要我们离开。弟兄姐妹说意象在哪里？我们没看到，你们怎么说走就走？有的人说我们背叛了他们，又有人说深耕教会永远都是传道人往大教会的垫脚石跟踏板。我们真的是有苦难言说不清，我们也都能够理解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可是他们知道吗？当上帝的命令下来，我们那时候也还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。但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，这是上帝的主权，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。命令来，我们就要走。有的牧者这样偷偷给我建议，在我们还没跟教会提出来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说：“你可以骑驴找马。”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先把教会确定完之后，你再跟教会说你要离开。我说你敢，我们不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是什么原因走入教会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都要知道，人是渺小又有限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如同很生病的人，我们需要耶稣这位大牧者的医治。我们的生命的情况常常如航行在大海中的船，我们常会遇到狂风暴浪，需要借主耶稣的真光来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到可安稳、可倚靠的港口。既然我们都是生病的人，既然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又何尝了解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他的计划？我们可以随便去论断教会，去论断弟兄姐妹，去论断牧者呢？诗篇119篇105节这么说：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曾经启示，我必要按着誓言而行。”我们都有启示过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。上帝透过教会的意象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无缘无故来到见证。请问，有人拿了刀逼你来见证的请举手？可能有的孩子爸爸妈妈去，他也跟着去。早上可以在家里吵过一番了他才来教会。大部分我看过去，每一个人都没有人逼他来见证。你没有想到吗？就在这个时间点，12点10分，这个此时此刻，为什么我们会聚在建成长老教会？我们每一个人，上帝从每个地方呼召过来到长老教会，为了是完成上帝国他的计划。上帝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成为世上的光、世上的盐，以至于我们走出去之后，可以照亮许多黑暗的角落。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在家庭上面、在职场上面、在这个社会混乱的社会上面的一个帮助。上帝呼召我和志梅牧师来到建成教会，在很快的时间，上帝又让我们看见建成教会的意象。他不是让我们看到要建造100人的教会、1000人的教会、10000人的教会，可能是有的牧者他的意象是这样子，但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意象是让我们建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。我和牧师迫切祈祷，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在成全众圣徒、万民皆祭司这10个字当中，我们看见上帝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，绝对不是来看热闹，也绝对不是来吹人气，更不是来冲人数。那个华语堂人不多我们来冲人数看到平常以前华语堂不多，就来冲人数。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后面华语堂，我们今天人还蛮多的嘞。但是我相信你们都不是来冲人数的。冲人数是学习的时候走出去呢，一个人花那个车马费300块，不是教会的牧者有牧者的责任，长老有长老的责任，执事有执事的责任，团契会长招待同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教会侍奉的一个责任。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你们会的传道不会，像
传道唱歌，我总是五音不全，我常常拍子会抓不到。哦，这个是我的限制，但是你们可以补足我的限制。我们在教会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教会里面学习，并成为每一个人其他人的一个帮助。所以成全众圣徒，万民皆祭司，是每一个建成教会弟兄姐妹他的权利，也是他该应负的一个责任。最后，没有上帝的引导，人民就放荡无奇；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；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啊！感谢主，上帝已将引导我们建成教会未来的方向及目标给我们。你们记得吗？是什么？来，哪4个字？请。成众圣徒，万民皆祭司。在这个10个字底下，上帝还让我们看到一个要成就的教会很重要的就是，我们每一天在读经、祈祷、灵修当中操练。我们团契当中，我们要委身在团契当中的服事。兄弟姐妹彼此之间要相爱，我们要同心合意建造荣耀上帝的教会。我们不是喊口号。我们要真的去实践，在这1年当中，我跟牧师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这4个字都有关。你们可能没有察觉到，甚至我们去篮球比赛，都跟这个有关。核心同工，你想他一定知道。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去打球，是用为上帝征战，要讨上帝喜悦去打球。在打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彼此埋怨。你这个球为什么没有投进？你刚为什么没有跑？我们在从每一个活动，你可能都不知道。我跟牧师，我们都在帮助大家。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个不管是爱餐的服事当中，我们彼此去帮助。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改变。昨天礼拜6，爱餐要来事先的预备，有的姐妹说我会比较晚到，马上有的人说没关系，那我可以赶快赶过去来帮忙。我们在团契当中，我们在委身服事当中，我们彼此相爱。在这1年当中，上帝给建成教会很多的盼望的记号。当弟兄姐妹和睦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把人数一律一律加添给他，这是上帝的应许啊！我在民权长老教会的时候，我刚去的时候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只有70几个人。我们是一个非常和乐的一个教会，在10年左右，我们就成长了1倍。我们没有用任何的新的一个策略啊，什么细胞小组啊，什么幸福小组，什么G12啊，什么的什么很多一套一套接着去操练，没有，不是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上帝就自己把人找到教会。在今年当中，如果你有特别去关注教会的话，你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就来了，我很开心，弟兄姐妹也很开心。有人寻找到传道的 LV， 他就来了。上帝透过人的方式，上帝觉得我们教会彼此相爱，我们已经在迎接新的弟兄姐妹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如同一个圣城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要打仗了，上帝就会把人派进来。心还能挖冰，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当你教会的意向连接在一起，你如果一直老是在看你的不堪，如果你老是在专注你的事业、你的点点，你永远没办法看到上帝对你的心意。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方向跟我们教会建成教会的意向连接的时候，我们当看到上帝的一个心意。有一句话这么说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求神差派我到需要你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来自台湾成立芥菜种协会，他救助台湾超过100万人的一个女士，叫做孙雨莲女士。她被称为台湾3地之母，她被称为麻风病之母，她被称为孤儿之母。她
他一辈子生长在台湾，他比所有的台湾人都爱台湾。直到他83岁的时候，他过世。他和他的先生另外一半，也就是台湾神学院的校长，目前站在台湾神学院的大礼堂的旁边。他们是这么的爱台湾，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他们从大老远的地方来这边出任务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基督的 DNA， 我们也如同这些宣教士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。你现在不会读书没关系，不会读书没关系，你不要看不起你自己。生命当中不是只有读书而已，你不会赚钱没关系，生命当中不是只有赚钱而已。我没有钱买房子没关系，你只要有地方住就可以了。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才能，我们才有办法跟摩西一样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，我们要看见。他们现在很多的两难之间的事情。
恩待神就恩待神。谢谢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罪、我们的声音里面走出来，让我们重新恢复，就我们成为特种部队的一个人力的一个身份，就我们是你的小基督，你的 DNA 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看到建成教会的意向，就是我们的意向，帮助我们委身在建成教会当中，我们来学习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